对于中国抖音开始流行的萝卜刀这款塑胶刀啊，伫咧国小才囡仔之间变甲是真流行。虽然是塑胶做的，不过这头前小可尖尖拄到也是会痛，可能会造成危险。教育局也要求地方政府着爱特别注意。目前双北、台中、高雄、台南、嘉义等教育局处，也拢要求学校加强宣导和管理啊。今仔翕一个这彩色的刀片就看到啊，佮有咔一声，这款塑胶做的设计刀啊，叫做菜头刀。前一阵啊，伫咧中国的社群平台是真流行，即马连台湾嘛开始在销这种刀啊。各年龄层都有，应该都是国小3年级以上到6年级以下，这个年龄层最多。因为1、2年级的话还太小。菜头刀就踩伫咧文具店门口的架顶，业者讲这销路一直拢袂歹，网络顶悬的短影片，真侪人拢讲这好耍，搁较袂刮掉。不过用刀啊尖尖的所在，实际去测试，发现讲只要小可刺力，纸都会突破去。家长烦恼讲囡仔在耍的时阵，用这支有可能会受伤。怕就是他们在玩的过程中会不小心弄伤，因为小朋友现在拿的是假刀，那如果他形成一个很制约的一个反应，说回家之后如果把真刀也拿起来这样玩，那其实会造成更大的危险性。学校是烦恼讲，除了受伤，更有可能会引起潜意识的暴力行为，也是对其他更加危险的刀啊出现唔对的认知，也是使用。台中市教育局已经发文要求加强管理和宣导，另外包括双北、高雄、台南、嘉义在县市政府嘛，已经拢发文给学校。就已经把教育部的公文函转到各校去，那也呼吁各校必须审慎留意，避免有不适合学生身心发展的物品进入校园。对大家在销菜头刀，前管基金会讲，因为成本低，加上凊彩拢买得到，销价的风险有难度，应该去予囡仔正确的使用时机和观念。正确使用，那它事实上是一个很好的文具。可是如果事实上是不当使用，可能会产生伤害。所以在这边也要让学生知道这样子的一个利弊。前管基金会嘛提醒讲，家长和学校应该建立完整的沟通管道。另外嘛要注意讲囡仔使用网络的状况，避免互一寡唔对的观念，结果去造成因的伤害。记者综合报道。